这是記錄法定嗎？抱歉，這是記錄法定嗎？先生，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。收到程序。佛羅里達州所有的法院程序都是。太好了，我想講嘅，我現在在一個名單上，形容結束。活着嘅人形容活着。祖妻有父親，特是父母活的。讓我看看，這也有幫助，所以。好的。我是主任，我是執行董事及總統，是這個州的受益人。把這寫在我的出生證明上。向法院提交出生證明以確認豁免。法院認為，為要與通過駕駛執照上假冒與娼妓的記憶經實體混淆。特此，我根據主約冊為19年或17年與德國貿易的最證據法案。我拒絕。我以對保人身份自保，理應獲得應有的賠償，作為財務上的理財方式。隨後，活生生的投資人，活着的投資人，那就是我，他們必須向法官繳納費用。就這樣，我不同意這些程序。我很高興推出所有法律許可的企業主體。我這是作為協助執行政務協助執行人來解決此事，再次聲明，我不同意這些程序。我沒有啟動或起訴文件。我沒有收到帳目或帳目，也沒有通知國稅局資金是以及已經假名你娼妓的。根據我的歷史，最高者和司法擔保和稅款都應繳納。我不同意。沒有啟動。這裡不是稅務法庭。自己講過的一切其實通過未能追溯對比而被知道的。本案中沒有受傷方。如果有受傷方，請把他從證人結上移開，必須是活着的男人或女人。好的。我不同意。我不明白。UCC 130/2007備註所有。公法第94條。7、9無批記。我形容布萊德法案，這意味着本案中的所有內容都必須提交。再說一次，這是我交出的出生證明，因此此案結束。就這樣。這個案子必須。好吧，先生，我不太明白你這話是什麼意思。門德斯，是你的出生還是他的出生，還是他的出生證明？我只是想把你的名字記對。好的，你叫什麼名字？我的名字是約翰·維利克斯·門德斯·哈耶伯特，我是這片土地上的活人。好吧，說沒送達，我不確定。我會把這些文件發給你，供你所看。我已經提供了，但還沒收到任何消息。我沒看到外面的文件上有我的名字。如果我不在這裡，我根本不會知道我應該在這裡。好的，我無法閱讀訴訟當事人的郵件，
所以你希望法院考慮的任何事情都必須提交在法院檔案中。如果你想讓動議被審理，必須先提交法院檔案，然後聯繫書記員安排聽證日期。但我無法閱讀或回覆當事人的郵件，所以我相信你是在發郵件。這些會直接送到 IT 部門。我沒讀過你寄來的任何東西，長官。對不起。UCC 14/10/416 UCC 1/104.6我只是想確認我需要講的都記錄在案。我刑罰了這個解釋。所以，而且我不是這門文件上的虛構人嗎？我是活生生的人。好吧，你明白那些郵件的事吧？我不明白。我不明白。你不明白我不能看你的郵件嗎？我不同意你講的話。好吧，現在我有點擔心了。我遇到了一些不同的擔憂。抱歉，門德斯先生，你不明白我在說什麼嗎？我不同意你講的話。好的，我告訴你，我不能看你的郵件。你已經看過我的郵件了。不，長官，不，長官。像你這樣的聲明，你……因為我們直接轉發給 IT 部門。好啊。他們被直接送到了 IT 部門。我不能收到律師的郵件，或者任何法院命令下的東西，必須提交並提交法院。我還有一句話要說。例子，現在州政府已經否認了第一件事。第二點，據我了解，受害者會講我當時會受到事實影響。所以被告顯然看到了事實的變化。已經有數百頁的事實資料了，所以我還在努力理解這一點。如果你已經告知赫爾伯特先生此事，我請求你提醒他，也告訴赫爾伯特先生，關於本案受害者的接觸，他可以做什麼，不能做什麼。但關於赫爾伯特先生對本法院還有其他問題，我們請求他在2月份提出動議，但這裡不是合適的地方。反對，法官大人，我想看看他離開的那個具體報告。有醫療報告嗎？法官大人，我想問，赫爾伯特先生，他在本案中與受害者接觸時可以做什麼，不能做什麼？首先，我只是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。我會。事實上，法官大人，提醒赫爾伯特先生的另一個原因是，所以我為得及受害者，他不能同時是受害者和律師。好的，所以我在看債券條件。他從哪裡出發？這正是我想知道的。先生，我是在回應哈里斯先生剛才說的話。你應該從哪個句說句開始？我當時都沒聽懂。先生，請耐心聽我說一會兒。哈里斯先生，我正在看保釋條件。我沒看到對他有限制。法官大人，關於合同，不僅僅是保證金作為條件，法院命令保證他能做什麼，不能做什麼，所以我才問還有沒有別的？如果有其他照片或受害者的因素。這家伙真是個狡猾的家伙，真是個狡猾的家伙。事情就是這樣。完全正確，你們完蛋了。讓我提出動議。好的。赫爾伯特先生，你今天準備好開庭了嗎？今天就是。不，我剛從他們那裡得到了更多信息。好的。所以我需要審核所有這些文件，還需要提交更多文件，因為這些都是手無欺詐，而這些文件實際屬於我的文件。去年自己還沒意識到，但有很多人都知道。好吧。只是告訴你一下，他確實提交了自我辯護通知。我不認為他有機會這樣做。好的，所以州政府已經給你提供了證據披露。事實上，我正在看他今天提交了。之前有很多次我都想去，唯一的原因是我們在2月份就提交了聯繫赫爾伯特先生，詢問他希望如何接收。在我們收到他自我介紹通知之前，我們現在收到了他自我代表的通知。赫爾伯特先生表示他願意。
我还是不滿意。是的，這家伙連話都說不出來，因為他錯了。根本沒有請求。所以今天早上，你的管轄範圍是什麼？我甚至不明白。這裏是巡迴法院。這是刑事法律嗎？是否沒有改動？這是普通法律嗎？喲，我需要了解這個案件的法律，以便正確準備。這裏是佛羅里達州福特皮爾斯縣的巡迴法院。我正在看今天早上在外州提交的修正證據披露，哈里斯先生，上面寫着，請提供你的 U 盤或待檢查的 USB 盒子或者 DVD。克爾伯特先生，我們也提供了用於證據披露的 U 盤，因為我其實早些時候有過，就像你說的，你想怎麼發現這個？讓我看看，我嘅視譜。我們可以給他一個 U 盤，我們可以通過電子郵件提供。郵件我冇問題。你知道？那會是同一個人的郵箱地址嗎？是的。所以，好吧，好的。你要把它發給我，作為 PDF 格式。當然。確保你們都達成共識。好吧，那我們來。沒錯。我知道你有動議想聽，但我今天聽不了。我們需要聯繫書記員安排開庭日期，除非你想讓我現在就定。那天我知道你剛收到，沒時間看。我需要以管轄權確實還有保衛此案，這完全是在浪費我的時間。我會這樣做，請求經濟賠償。賠償條款。好吧，所以我確實看到你提出的駁回動議。聽我講，我一直試圖告訴大家，我沒有做這些事，但沒有證據證明。你想什麼時候設置？我在錄音機裏有錄音，我有。下週二，你覺得太早了嗎？法官大人，這對我來講太早了。好的。然後是5月19日。我不知道。你把我剛才要求的所有東西都提交好了嗎？你剛才要求了什麼？管轄權受傷方有受傷方的醫療記錄，以及我為其輔助我20個視頻時間的所有內容。該死！州政府正被打得落花流水。我講過我不會去。那種方式，以及挑戰期間發生的所有事情，以及5月14號之前的所有事情。5月14日。9點鐘？不。是的，9點。如果你還有其他動議想聽，我們需要提交。我建議你說你會多久？我請求保衛此事。我們已經安排在5月14日。立刻。我們有聽證會，所以我想知道你是否有其他動議是我們需要聽到的。不，我是在問你。我問你是否虛實糾責？如果你為了司法利益，基於沒有證據、沒有受害方、沒有管轄權，你的駁回動議，為什麼現在沒人能聽見我？定於5月14日，今天不是動議日。好，所以5月14日9點是你的駁回動議。沒有，不要同意任何事情。如果你還有其他動議想在當天聽取，你需要及時提交，以便州政府及時審查，做好準備，並需要傳喚相關人員。好嘅，他們需要時間。那你需要多長時間，哈里斯先生？為什麼？如果其他動作需要動作，這就是你的保證。2週後什麼？2週。好的，所以實際上到5月1號之前，其他你想聽的都應該在5月14日被聽到。5月1號之前，然後聯繫法院，告訴他們你希望聽取這個案件。沒有。好嘅，就像我講嘅。其實我說的是5月14日。我不同意。
就像我讲了，我不同意这些事情。你是把那個東西留在那裏，還是只想留在那裏？没有，这是一个正式法庭，你错了。我提高了，他會一直留在領獎台上。很好，放那儿。我交出我的出生證明。我的意思是，那不是歸黨。是的，你们都会进监狱的。我知道，你不需要你的出生證明或者相關文件，因為那不是提交給法院的。没关系，这是记录，你可能不会觉得是欺诈，所以这里有。什么？这太疯狂了！我們還有多久？要是他們可以在未經我同意嘅情況下管理我嘅性命，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，先生，但我會在5月14日見你。不，你不會，你知道他在說什麼。你需要看醫生。好啊，謝謝你，先。謝謝。好吧，那我先見你了。幹得好！太棒了！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。你真是太棒了，兄弟，而且還在繼續。你有什麼想說的嗎？我想講他們他媽的會了，他們全都知道了，出生證明也在那邊，他們可以起訴。哇，